Hello，歡迎嚟到瑪雅曆占星術 Q&A。0至18歲嘅人生可以何去何從？同店主一齊嚟認識佐魯堅卓爾金曆嘅韻律之流啦。店主好耐冇見啦！上次揾你睇完自己個盤，了解咗自己性格同使命多咗，而家日常生活真係改變咗好多，睇嘢嘅角度唔同咗，同順利咗好多啊！聽到你咁講，真係好為你高興啊！不過呢，除咗了解自己，我都想知道同其他人嘅互動方式可以點改善。生命終點都有幾個小人，睇唔順眼嘅人，有時會覺得佢哋好煩㗎。瑪雅曆占星術可以睇你同其他人嘅關係上升，尤其對於有人際關係課題嘅靈魂係特別有幫助㗎。只要你提供到對方嘅出生年月日，或者有佢嘅編號，我就可以幫你對下你哋之間嘅關係，話你知你哋最適合嘅相處方式，幫你企喺對方立場去思考，從而改善到你哋關係同相處嘅狀況㗎。唔識嘅人可唔可以睇到㗎？你知啦，我可能暗戀緊佢，但又唔知可以點樣同對方相處，令到我哋關係更親近。當然可以啦，你嘅家人、親戚、祖先、去世嘅親人、同事、上司、同學、朋友、閨蜜，甚至你鍾意嘅藝人同埋寵物都可以鑑定㗎。不過前提係你要合法同唔損害對方嘅利益下獲得對方嘅出生年月日啊。咁如果我暗戀嘅人唔係開盤後建議嘅對象，咁我哋係咪就唔適合一齊？咁又唔一定嘅。呢個世界或者有天作之合，但係就冇天作不合。感情關係上嘅建議，只要雙方都能夠喺理解對方嘅特質基礎上，願意共同帶住愛同感恩去接納對方本來嘅個性同使命，就可以一齊跨過任何關係上嘅障礙同困難㗎啦。只係呢條感情嘅路會辛苦少咁啦。不過呢個都係你哋靈魂嘅選擇嚟嘅，所以好好咁去面對呀。我知道鑑定出嚟會有啲特別對運勢有幫助嘅人選，咁我係咪要積極去揾佢出嚟，就可以令到我嘅人生一帆風順啦？呢方面就唔太建議啦。咁樣咁刻意、咁故意去做，或者會破壞咗你嘅瑪雅曆節奏同宇宙節奏之間嘅共時性㗎。反而，如果你喺某個時機點遇到所建議嘅對象，其實帶住祝福嘅意味，即係代表你要轉運啊！依家嘅方向係十分正確啊，或者人生嚟緊會有好嘅開展等等。瑪雅曆再有一個有趣嘅地方，係可以睇到同先人嘅緣分，例如你依家嘅性格特質或者使命，可能係遺傳自某位先祖，將對方未完成到嘅事接力完成落去。又或者你今世嚟到，其實係為咗成為你父母嘅指導者，透過活出你嘅堅，去提醒翻你嘅家人，佢哋都可以好似你咁，而活出屬於佢哋真正嘅人生。家庭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緣分嚟㗎。可能可以睇到你哋有冇共修嘅課題，或者成個家族有冇特殊嘅目的而相聚等等。如果你哋都想聽更加多有關瑪雅曆占星術嘅嘢，就記得要 follow YouTube channel， 留意更新啦。依家仲做緊新客開盤鑑定優惠，記得 IG 度 DM 店主問下詳情啦。下次見。